成巧为，巧为学人无聊用修行，真诚认贼将为止，损法财灭邪德，莫不由失心意识，是以禅门两却心，遁入无生之见力。大丈夫理会见，般若空悉金刚业，但非但空吹外道心，早晨落切天魔瞻，触正法雷，及法鼓，复持云溪洒甘露，龙象触踏论无边，桑葚五性皆醒悟，雪山肥腻更无杂，存出醒悟我常纳，一性圆通一切性，一法遍含一切法，一月普现一切水，一切水业一月色，诸佛法身度我性，我性同共如来河，一地具足一切地，非色非心非行业，坛子圆成八万门，刹摩灭切三奇劫，一切数据非数据，与无灵觉和交涉，不可毁不可占，体若虚空无涯岸，不离当处常湛然，秘籍之君不可见，取不得舍不得，不可得中指我得，莫时说说时默，大师门开无拥塞，有人问我解何中，报道摩诃般若力，或是或非人不是，逆行顺行天莫测，吾早曾经多劫修，不是等闲相惶惑，见法传递宗旨，明明佛赐朝夕世，第一迦摄手传灯，28代西天际，法东流入此土，菩提达摩为初祖，6代传一天下闻，后人得道何穷数，真不立万本空，有无俱浅不空空。20空门言不着，一性如来体自同，心是根，法是尘，两种有如镜上痕，横垢尽除天光始现，心法双旺性真性即真，皆末法24，众生福薄难调制，去圣眼息邪见门，邪见身，魔强法切多厌害，闻说如来顿教门，恨不灭除定瓦瘁，坐在心殃在身，不须愿术更由人，却得不遭无间许业，莫谤如来正法轮，瞻檀林无杂树，欲觅生尘施止住，尽林间独自由，走兽飞禽皆掩去，狮子儿蒙随后，3岁便能大笑吼，若是野干主法王，100年妖怪须开口，言顿教没人情，有爱不结只须真，不是三真逞人我，修行恐落断长坑，非不非是不是，差之毫厘失千里，是则龙理顿成佛，非则善心生现对，吾早年来积学问，译成好书寻经纶，分别名相不知修，渡海算沙徒自困，却谢如来苦苛责，述他珍宝有何益，从来乘凳绝须行，多年枉做功臣客，众信邪错知解，不达如来圆顿智，二圣精进没道心，外道聪明无智慧，亦愚痴亦小孩，空拳指上生死解，直指为业往施功，跟进法中须捏挂，不见一法即如来，方得名为观自在，
了却月上本来空，末了因须还数载。机逢完善不能参，并欲医王争得着。在欲行禅之见力，火中生莲终不化。咏诗泛众不无声，早时成佛于今在。狮子吼无未说，声皆懵懂顽皮答。只知泛众赞菩提，不见如来开秘诀。有两比丘泛泥沙，玻璃荧光真最洁。结魔大士顿解，有如克日烧霜雪，不思议解脱力。妙用恒沙也无极，世事供养感十此劳。万两黄金亦消得，轮毂翠生为足筹。余具了人超法力，法中王最高圣，恒沙如来同共振。我今解此如意珠，信受之解皆相应。了了见无一物，亦无人亦无佛。大千八界海中偶，一切圣贤如电符。假使铁轮叶上悬，定会圆明终不失。日可忍，月可乐，众魔不能坏真说。象驾真龙漫净土，谁见螳螂能拒彻？大象不游于兔径，大物不居于小节。莫将管见棒苍苍，末了无今为君解。未了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。灵宝齐鲁名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山心地，大正视窗王桃心。天真收言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言显化在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本言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星。每日之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衰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永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观慈悲大地主，摄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道旗遮日夜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促起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炎人相得你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成功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蓝颜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
修持节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氏全姓玉，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十方无形大德，回向于十方无形大德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业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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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点恩师领任，各位全贤们晚安。后学学习到这里，感恩，谢谢，晚安了。对，晚安。导读也谢，请各位点传是各位全贤一起诵经回向。领任读得很好。晚安哦，很优秀，全贤晚安啊。晚安。经理晚安哦，很优秀，经理晚安。领任晚安，点传师晚安，红坛主晚安呐，家里全贤晚安，总务晚安，红坛主晚安，杨全贤晚安呐，国瑞全贤晚安，嘉玲全贤晚安哦，连全贤晚安，陈全贤呢晚安哦。谢全贤，晚安，感恩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全贤们，大家晚安，陈全贤晚安，谢全贤晚安。